今天上午，我国首个由政府主导设立、服务塞尔维亚企业的机构——塞尔维亚三亚国际商务服务点在三亚揭牌。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与塞尔维亚工商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双方将合作设立中塞交流中心，进一步促进中塞经贸人文交流，用好用足海南自贸港比较优势，推动三亚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效。根据协议，中塞交流中心将有望打造成为海南对塞尔维亚全方位交流的纽带。塞尔维亚工商协会将依托该中心，积极邀请塞尔维亚优质企业和商协会与三亚开展合作，并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外资企业落户三亚，并适时引进国际先进产业资源，促进城市招商引资，提升三亚国际化水平。我们将在5个旅游业的关键领域进行合作。我们还希望在贸易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合作。我们现在正筹备在海口开设第1家塞尔维亚旗舰店，我们将带来很多独特的塞尔维亚品牌，还有高科技和数字经济。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。塞尔维亚三亚国际商务服务点的设立，将以国际文化交流为切入点，逐步推进海南、三亚与塞尔维亚各商协会的友好交流。目前，该平台由三亚市投促局谋划，并由三亚亚洲湾科技城协助建设。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商务服务点，使境外的企业走进来，走到我们自贸港，那么使境内的企业呢走出去，去投资海外。三沙卫视记者邵天池、石少鹏、周正、陈佳琪，三亚报道。